先啊，继续来看泰国文化节，伫台中百货广场的头前来举办，邀请到全台湾23组的泰国队轮流来演出，歌声撼动人心。第3届古创艺术泰国文化节连续2天，伫百货公司头前的广场登场。今年模式呢跟以往不一样，我们还加入了太鼓的体验，让民众可以来体验我们的太鼓活动。压力的抒发口，然后借由平常练习，我会保持一定的体能，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差，然后也会培养一些团队合作的能力。古创艺术泰国文化节连续举办3年，得到不少回应，嘛成为台湾泰国团队演出的一大盛事。即摆邀请全台23组的泰国团体轮流演出。来舞团之后，就会要多很多沟通的能力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怕这种场面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训练下生团员，嘛会当趁这个机会推广泰国音乐，拍开台湾泰国艺术的知名度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